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爸班。来，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牛队。欢迎啊！来哟，水果牛啊，缘投啥？可以。哦，袂歹袂歹。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干队。哎，倒来。技能三，好，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拍声欢迎咱的单鸿辉单老师。各位讲台语，大家心花开。好，讲台语，大家真正是心花开啦。是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来欢迎阮第一组队长，来队长，大家好自我介绍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牛家健律师。哦，律师你好。是，所以咱今日来拢是牛人。牛人，职业啥那讲拢这厉害。牛人嘿，阮拄啊问老师，老师就讲吼，这个职业叫做牛人。哎，职人就厉害了。是，哦对，刷落去咧。我嘛是律师，我是林有温律师。哦，有律师，是，啊，搁刷落去咧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命理师，哦我叫做单亲友，嘿，哦，看名理的摆嘿背我对，好，欢迎你，搁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玉温律师的妈妈。哦，是林律师的妈妈啦，阮妈妈温妈啦，妈是欢迎您呢。啊，毋过是安那吼，听讲翁仔某吼，即马分饼，你知道？啊，分两边，嘿，某伫我这边，某伫你这边，翁，我这边是翁，哎呦，翁，安尼虽然是律师啦，吼，对毋过我惊因家庭失和呢。诶，我咧想应该是袂，我先来问一下吼，来，阮某这边。律师啊，我甲你问一下吼，咱若100万摕到，你敢会分伊？当然嘛是白，啊不过伊某是伊的，不是我呢。哦，是啊即摆两个小队摕来 A 无 A 哦。当然唔袂啊，啥拢要互伊我。甲你讲啊，无，今日我是白输的。袂输的哦，你是白输诶，不会输啊，袂输啊。哎，欢迎咱这边的队长啦，大卫。大家好，我是干大卫。是，不过翁仔某吼，两个拢是律师，安尼敢好？无要紧，今仔日我嘛带阮爸来安尼玩袂起来啊，嘿玩袂起来啊。今日介绍恁爸爸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伟爸爸吼，我甘书贵，叫我阿贵就好。伫你厝的两个相处甲真好啦，吼，应该是。真好，因为我到最后我唔知。哦，面对律师爱撇得一干二净。无唔对，欢迎爸爸来呢。好，来，今日做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王路明医师，医师，哦，伊是妇产科的医师。哦，是陆医师啊，是啊，恁拢是好朋友。对啊，好，欢迎你咧，哈，陆医生，来，我搁啥来去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活动主持人，我叫关妮可。哦，关你可，你好，高追，哇，嘛是好朋友。嘿，嘛是我朋友。伊是真伊是主持人，恁这人拢真牛呢，对啊主持人哦，医生啦、律师啦，吼，啊，讲律师啊，还有命理师，阮这叫做出生入死，拢会在找阮，对哦，出师入死啦，是拢会在找阮。我你在讲啥无？好，来，咱讲到100万，啊对100万对恁来讲，对大家来讲，其实吼，这100万就是一个鼓励，啊，上济鼓励是要安怎甲鼓励，咱通啊摕到这100万，都爱问上的啊啦。来，甲恁介绍。律师伫边啊，爱讲较清楚。
拢总吼爱来阮遮拼几落关啦吼，啊头一关有奖金就是初赛，今日咱就是初赛。是啊，啊若个过关就是复赛。你若咱若第二届见面，咱就是复赛。嘿，啊若是要啊第三摆过来啊参加咱的总冠军赛，要啊总冠军会使摕到奖金100万。100万就是咱第三届见面的时阵，都是摕到100万的时阵哦。吼，麻烦甲阮见证一下吼，100万伫遮。嘿，阮无咧操蛋的。你会使向前行2步。嘿，100万伫啊。有看哦。这就是阮讲的好爷。好呀，你啊，好呀好，嘿，啊钱就会加入来安尼咯。希望恁今日会当先甲初赛摕起来，是，吼，咱再和他见第二届面哦。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！好，咱今麦进来咱的第一位啊，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大世界又看麦，后边哪有咧？咱这回合哦，拢总2题尔，2题吼，有3个，一题3个提示，拢总6个提示。是，啊，你约到一个就是1000块，所以6个提示上济就是6000块哦，加油！好来，准备好啊哦，我要开始啊哦。好来，咱问一下题目是啥？哦，头一个题目要带恁来去看一个国家。哦，是国家哦，会记哦，是国家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水的哦，这是天然的吗？那叫水？有无？有捌看过啊？啥？今年若知影早，今年先写起来哦。哎呦，哎，敢若5秒尔呢，唔通真足看。亚马逊吗？是3、2、1，停。亚马逊。来，好来哦，写起来哦，是国家哦。来哦，哦，对啊，哎呦，这啥？一类为胡啊啦，拍谁？我觉得这是欧洲，哦，澳洲，你写你的字真特别，嘿是。嘿，澳澳洲。洲，你倒位看到？我感觉因为就天然的，天然澳洲的，就是一个就天然的国家。是天然的国嘿，家。我感觉这个所在好酸好水，应该是澳洲这个所在。后来来看这边，我感觉是咧美国，哦，爸爸感觉是美国，对啊，是啊美国嘛足大的啊，嘛是好山好水拢有啊。嘛有道理哦。有影哦但是免急，第二题的提示要来啊哦。好，来咱看后一个影片。哦，哇，有较明显一个无？啊明显就对啊。知影，今日写落哦，咱敢若5秒尔哦。我若话停就爱停哦。好来，是下来2、1，好来要停啊哦。来，哎呦，来，咱这边的德国，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是，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教堂，教堂嘿，啊，我去年有去德国，有看到这个教堂，哦，这多啊。对，哎，我感觉啦，若是有对的话，安尼就歹势啊。哦，不要紧啦，有去佚佗过就好啊啦。阿姊，伊今年有去的，再甲请教一下叫什么名无？好，啊，你知影这有捌听过无？什么？若是讲教堂，什么教堂？不是，两个字， 2个字，对咱即摆考历史哦。来，2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哦，科隆是科隆吗？哦是科隆的教堂吗？因为伊暗时的时阵，迄个灯光，敢若甲这个是共款的。哦，好，科隆。啊，那咱这边的是，我感觉是欧洲的某像意大利，哦，意大利的，因为这不是美国，美国的教廷，不是教廷，不是是安尼，伊较圆，伊个尖尖的应该是欧洲的。澳洲的风格 style，第三题是关键要来啊，分数就是伫遐哦。好，来，咱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哇，这敢若100度嘞，那就是。哦，时间呢？好，来5、
4、3、2、1，好停，袂歹哦。拢你音乐结束进前，人就写好啊。已经拢写。是，来，咱牛队的。我感觉这是一个新天鹅堡，就是有迄个一个故事，是一个咧困的米林，伫困伫即个哦，即个城堡内底，城堡内底，对啊，这是咧德国，对，好，来，恁嘛是，这是新天鹅堡啊！我伊要做公主，我要做王子啊！困在内底，对啊。伊要做公哦，你讲你王主的啦，对啊，你是公主。惊死我！我想讲，安怎安尼？对啊，当时过来有一个翁伫啊，伊人就这边啊，世界啊！对啊，唔通误会，唔通误会，是讲伊是讲公主啦，人伊是要做王主的。迄个故事内底是好，故事真水。不过咱来看一下答案，真正是毋是德国哦？好，来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，嘿，咱牛队是得几题？是得2题，所以得到2000。嘿，咱干队咧，得1个，所以有1000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第一张迄个真神奇的，就是安尼弯弓形吼，啊，佮敢若袂输足油的迄个吼，所以嘛有人讲甲号做魔鬼桥啦，魔鬼桥，啊，迄个拉库斯即个所在啊，算做是嘛是一个足奇卡的，就是迄个光景吼，咱大家看，可能除非你有看过相片，是去到迄个所在，啊无要料到嘛是。几率无大吼，困难。啊，毋过迄个第二张应该大家就较知影，迄个拄则讲科隆啦吼，迄个科隆迄个大教堂是出名的高德式的迄个建筑，吼啊，毋过足介惊人的是伊几啊百栋才完全起好，哦，这是一个真高工费工，啊，毋过真水的一个教堂的建筑嘛吼，啊，迄个新天鹅堡拄则拢有讲啊，就是讲是算做。迄是有一个神话故事的迄个灵感啊，还是讲芦苇有做一故事，拢摕迄做灵感来写故事啦吼。啊，伊是伫咧迄个山区的，哦，嘛是一个真水的城堡安尼。好，好来第2题要来啊哦。好来，咱的题目是啥？好，要甲恁借问是，等者这是啥物度假胜地咧？哦，度假胜地哦，爱记哦，度假的哦。胜地。好。会记哩哦，好哦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有人咧会叫，应该知影倒位啊，哦，真紧。是哦，知影，今日写哦。哦，记咯记咯。系来哦，今日5秒尔是3、2、1。哦，来，好写好啊，吼，来，哈，澳洲，你的字实在是足特别的，这甲符号有关系吗？一点点嘛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澳洲，是。后来看咱这边是从Okinawa，你肯定是，你捌去？应该是啊，因为今年过年到阮新妇啊，个是那个亲家母啊，个老去冲绳去算过，是，好像有刚好经过这个所在。哦，哎呀，从恁有去哦，恁2个有去哦。系啊，无去过诶，绕去个亲母啊。啊，你头早约会吼，阮知影啦，带一老伴去。是，所以你感觉是 Okinawa？ 哎，Okinawa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个继续看落去哦。第2个提示。好，第2个哦，来，咱后第2影片，请看。哦，知影哦，知影紧写哦。这个水族馆。来哦，要5是3哦，5是3、2、1，要停啊哦。来，这就真肯定啊啦吼，来。这是，阮感觉应该是 Okinawa，对，因为这是一个水族馆，伊叫做周美类什么？美丽海水族馆，是，所以若个袂记，我嘛唔知偏。我无去这个所在，但是足侪人会带囡仔去遐。这新妇肯定啊，系啊，好，咱今晚看咱这边，今晚就跟咱你无去了。你无去，我有去，头一个是万座毛啦。哦，冲绳的万座毛，啊，这个就是美丽海
水族馆，啊，阮是无去啦，但是我知啦。好，来关键来啊，第三个。第三个。哦，看上分数较侪，就是这题哦，吼。来看后一个影片，请看。哦，这就足明显啦。嘿，系啊。来哦。新夏，知影今年写，来。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从 Okinawa， 是。这个有一个新夏，这个应该是啥物叫首里城的所在，就是因的这个国古迹。好，来这边 Okinawa， 啊这边呢 ？Okinawa，这是首里城，首里城。来，咱来看这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嘿，Okinawa。我讲到就是讲，其实第一个图遐吼，有小可看无啥会出来，一般看会出来就讲迄个相片迄个啦吼，相片迄个断崖。啊，毋过其实若是搁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伊其实是一片大草原。啊，迄大草原，伊啥会叫做汉字写满泽摩、满泽门吼，啊，但是迄个音可能较歪，满扎摩吼，迄款音。啊，迄就是其实伫当地意思就是足大片的，迄个大草原迄个意思。嘿，啊，迄个草原啊，甲断崖吼，迄就是迄个所在的一个特色啦吼。啊，迄个水族馆大家较知影吼，啊，首里城会使讲过去的琉球王国的迄个政治中心啦，吼啊，这个建筑真特殊的是，伊其实是融合中国、日本甲琉球在地的迄个特色的一个建筑，嘿，啊，这是过去足要紧的一个所在安尼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日看分数，看阮牛队的分数是偌济？即嘛有4000。嘿，啊那干队的咧？哦，嘛有4000哦。哎呦，平手呢？好，来平手同齐来去咱的第2回合。好，来，台语定国机，高票拼输赢，咱真正拄好有伫拼输赢。有啊，咱有咧定国机的感觉。好，来，规节甲大家讲一下。哦，甲两队报告一下，咱这回合吼，每一个人拢会使起来定国机。是每一个人哦。是，啊，阮吼有无共款的题目，有无共款的图，互恁来看答案。啊，愈讲愈紧，愈讲愈济，就是分数愈来愈济。对，9秒以内啊，甲答案讲出来，谁讲袂出来，另外一队就赢吼。对，所以讲咱一直要甲逼，啊，赢一个3000。好，来第一位，请就台。来第一位。哇，安尼敢着？台语有一句话，家己台坦白来。是。啊，我要问一下，等下让伊无？绝对袂啊，想安怎要让伊？等去厝甲处理啊。哎呦，想处理想都唔知咧。但我要问一下吼，恁两个阿某伫厝诶，啥人做主？大事，我做主。大代志，大代志我啦。但是有你伫的就无大代志啊。我就问个家属想做。家事轮流，拢有做，哦，拢会做。伊这真正会做就对啊。真正，伊做了比我较好啦。哎呦，你敢看？做了上讲查甫人伫厝会袂当做家来事，拢嘛会当。我嘛有做，嘿啊，之前都有甲看一个，我嘛有做。这毋知是好的查甫人，对毋对？吼，好来，咱今日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甲伊两个有相关的，叫做法律场啦。哦，法律场，这是恁的主战场哦。对。出袂出来啊？好来，开始哦，阮这边先来。Lady Horse 这一块。好，来，咱准备好啊？准备好啊。法律场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身份证。哦，身份证。国旗。国旗。哦，袂歹。律师衫。哦。过来。警察车。哦，袂歹哦。手卡。啊？不是吗？
哎呀，这个字是科凹考的音啦吼，啊，这个咱讲手考还是卡了手考吼，拢是考，嘿，科凹考这个音，嘿，对，考。是。拄拄有念到，结果你就搁搞去啊，你就搁我有先念到，但是我搁念一个无信心。对对对。靠别卡叫啥？卡了。好，安尼记咧吼，对对。毋过你嘛袂当去甲人讲这啦吼。是啦，除了因的法律场喊咧外口看到。对，不要紧，咱学着就好哦。好，后手过3位，免惊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这队是饲鸡饲母哈，来顶高机啊！是，查某囝真乖吼，真乖吼。是，啊，你有甲阮听糖无？有啊，听小命命。哦，听小命，安尼上好。这是正确的。是，因为这吼，就爱讲是妈妈顾了好，教了好，嘿，去甲咱遐，咱就免烦恼。对啊，当做家己查某囝。是，啊，问一下囝婿有好无？真好。哇！哎呦，伊心拢安起啊！你看会斗这个工课，会吼，会斗顾囡仔。是，咱若是亲家嘛足好的啊，亲家嘛足好的吼。你嘛拢会斗顾。对啊，是，咱即马是要订高机哦，啊，咱都唔通让。吼，迄是伫咱厝内底代志，咱即马来遮咱就袂当哦，咱现场哦，游戏哦，吼，再拼一输赢。好，来，咱问一了，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是教室。教室，教室是啥物呢？这位是老师。衣柜。哎，又搞嘞。加水。哦。来。鉛筆機。抢答拼输赢，到底啥人会当摕到分数呢？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是教室。教室是啥物呢？老师。哎，老师。是，这位是老师。啊，爸爸。退休人员。哦，退休人员呐，是拢是值得咱尊敬的哦，吼，会记哦，教室。教室内底有啥？教室内底有哦，吼。好来，即马换你先发咯，咱第2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准备，请开始。课本。哦，好。加刀。哎，有咧用。黑板。哦。好来，椅啊。哦。教室拢有啦。垃圾桶。糞扫桶。好。门。无，这就是咧讲课。钢台。啊，厉害。计算机。电视机。哦。水。笔。这是什么笔？哦。好。漆啦。哇。哦。粉笔。哎呦。哦。蜡笔。哦。地球。搁一个。地球仪。哎呦。来。衣柜。哎，又搞嘞。加水。菠萝啊。哦，对啊。三角球。再讲一遍。哦。来。鉛筆機。啊？这你创啥？加鉛筆機。唔是。啊，对。哦，对了，继续哦。这是。哇，放喺落啊。桌顶的遐啊。一定有这什么？那个棒。科秀，真侪题呢。对啊，嘛讲超过10题啊。嘿，这就是咱放喺桌顶迄，安那念等老师会甲咱教吼，不要紧，咱定答，咱都爱甲分数让人哦。好，来分数，可以加3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拄则有迄个讲加水的吼，伊有嘛是有几啊种无共的讲法啦。是。有的是讲照安尼加水讲，啊，但是嘛是有人是倒变讲，讲水加，吼，啊嘛有人讲盐加，吼。好啊，上尾迄个讲，毋知迄题是啥吼？迄题
迄个有人讲主帮是较侪人讲主帮啦，啊其实嘛有无共款的讲法，吼有的人讲册主啊，哦也是讲迄个店帮，哦因为迄字是店是店的音啦，吼啊毋过较侪人讲主帮安尼啦，不要紧啦，咱搁有啊，就讲两位免惊，好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两个有压力无？伊拄来19题呢。 19题就真正有压力啊。今日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是食物，食物，就是咱讲的植物。对，吼，所以讲你想看卖哦，吼，拄啊，恁先发对不对？即马换咱发啦哦，吼，啊咱想者，三马会叫做食物啥哦？好来，请准备。好。请开始。 玫瑰花，袂歹，拿花，哦，来，地花，菊花，哦，袂歹，哦，袂歹，莲花，哦，赞哦，过来，樱花，哎呦，水哦，这个，哦，袂歹，这是百合花。 啊，山茶花，白花，我知呢，我知。这是分手，恭喜得到3000咯！来，咱来请问老师，这到底是什么花啊？哈，来，老师，伊有的花的名无一定爱讲花一字啦，吼。是。嘿，啊像这会当甲咱讲万年，还是万里，吼，有年甲里两个音。嘿，万年花还是万里花，还是唔免讲花嘛会使，万年、万里。茉莉甲万年，听起来就无啥共啊，吼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不要紧，各有人，搁最后一位吼。哦，最后一位哦，咱较拼的哦，吼。好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，若是讲咱历史吼，其实平常写华语较济吼。欢喜哦，华语哦，华语对，因为做专业术语嘛，是讲台语讲袂练更。所有的法律条文拢是华语。对，安尼较专业的感觉，对啊。安尼你敢若较好呢，因为你应该爱甲罗啊咱来看还价，还价讲应该是真侪台语哦。有啊。较年岁较大的拢讲台语啊。来阮遮就是爱放轻松，你若看到啥物，你感觉唔对，就一直甲讲就对啊。卖停，一直起。安尼敢会使唱歌啊？这多呢？你通爱用唱歌的方式来讲这个物件，了解咯。安尼加分吗？哈？安尼加分吗？无共款，嘿，拢共款。安尼。后来咱主题是啥？咱的主题就是过年。哦，过年的受到啥？过年会看到啥物？哦。来，咱即马拄啊遮先发对无？是毋是？即马换这边先发咯。好，好来，准备好啊！来，请开始。春联。规矩。土豆。真好。麻雀。哦哟，这讲了真好。金纸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干嘛？哎。年糕。甜粿。啊，串一个。哦。肉干。哎呦，拢有咧食。鱿鱼酥。鱿鱼丝。哦。两梗。灯笼。唔是，台语安怎讲？会。唔是会。这是一个点，这是啥物？啥物物件？灯笼。哦，是哎呀，来，你顶答，咱分数都爱互人哦。是啊。好，来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得到3000咯！是，来，咱来问老师讲，这到底安怎讲啊？吼，来，老师。上侪人讲的是锅仔丁啦，吼，啊，不过其实嘛有其他的讲法啦，亲像有人讲吊钉、吊挂钉，啊是抓钉，吼，钉，这嘛有人讲。吼，啊，拄则差一点点啊，迄调走去吼，就是橘子的台语啦，吼。你头一摆讲柑仔，啊，落尾才讲柑仔，吼，差一点啊就唔对啊，吼，迄个柑仔就是柑仔店迄个柑仔，迄竹啊迄有无吼，迄柑仔对，嘿，啊，所以迄调差一丝丝啦，吼，啊，咱这迄个规矩是柑仔才对啦，柑仔，好，以上。好，来哦，即嘛是看分数的，哦，上重要的哦，吼，来，咱牛队，即嘛有100。
那跟对咧？毛一万哦！哎呦，对调调啦！好，来，咱继续搁拼落去哦。今日起来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来，第3回合哦，咱牛队代表的是咱的家叫。嘿，咱的跟队代表的是大卫。好，来开始哦，2家来拼台，对战开始。哦。来，看到哦，有哦。哦，白题目出来啊，哦，嘿有白题目，唔知什么会，我唔知影。咱那个落啊，即马平手要安怎？咱即马养筋啦，好不？养筋看啥人开先啦，好来先养一个。来加多赢也是输的。加，我赢劲好啊。哦，赢的先劲哦，好来。加多九头错。哦，咱的牛队先来劲哦，吼，啊，而且有2条苗会当救哦。你若较唔知的时阵，哎呦救人哦，吼，咱队友就通啊讲出来，啊，其他咱拢袂当讲，袂当有声音哦，吼。来背提示，上个咱念一个好无？好，有蔡阿信，铁路，金，迷信，笨色车，丁，土地，沙白鱼，麦当哦，吼，是背提示，而且唔知。什么题目我唔知影。对了，但是重要的是内底有无共款的奖金。哦，原来哦。是，上济15000块，上少11000块哦。好，先算就先赢哦。是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赢的嘛，对不吼？来，好，我要选，咱先算。是，我要选迄个迷信，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个迷信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，袂歹啦。咱大家卖迷信啦。好，来看咱的题目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工程师吼，有的吼足够欠算的，做工课的时阵吼，定定拢会买迄个乖乖，放伫咧机器也是电脑主机顶悬。但是伊一定爱买的是啥物色的咧？是包装青色的，还是黄色的才有效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是，来。是青色的还是黄色的咧？知影就甲试落。好，来。看者青色的。青色的。对。哦，你啥啦？你捌看过无？我有看过，因为我之前伫咧法院做工课。是。啊，阮拢放迄个乖乖拢是青色的，青色的。哦。我放过黄色啊。柜台。哦，你嘛放喺柜台。对啊，阮是放伫咧电脑的后壁。哦，真正电脑主机。啊，巴肚枵的时阵就拍开来食安尼。安尼鱼款的乖乖，嘛是会乖乖啊，要一箱啊，食了较可饱安尼。哎呦，安尼嘛是好。好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青色。好来，咱来看者青色的对唔对？哦，正确。一般是讲联想这个青丁啦，嘿，啊，若阵讲是其他色，可能是变做敢若黄丁、红丁安尼，可能就是有经过是会各种等等啦吼。啊，毋过你若真正要讲究到足大底，应该是袂使拆开食，袂使刷叮当，啊嘛袂使过期。安尼我食过期敢会使？好，包枪以上嘿。是，好来，即马换跟大位。来看你要选多一个。那我就会使参考。他问伊哦，15,000你倒位啊？爸爸。笨手车。笨手车。较简单。笨手车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有7000块。足济呢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笨手车来的时阵会放歌啦，有这种少女的祈祷，啊，佮有互爱丽丝。请问倒一条是咱贝多芬做的咧？来，60秒的时间。大家拢会听过这条啊！我家己用，我家己用就嘿，家己用，一当就家己用。救人好啊！救人好，来就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来，是效率。那是拢是呢。哦，干了一条呢，干了一条啊，无就是和迄个爱丽丝。我嘛感觉是爱丽丝。哎呀，噔，
那是少女的祈祷。你唱的是祈祷。啊，我这记到哦。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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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安尼好，就安尼。好，那就来，那就和爱丽丝。好来，和爱丽丝对唔对？咱拄仔咧讲的过程，就发现讲，咱对这个可能对外文翻译的人名的讲法，可能有几啊种啦，吼。是。你若要叫汉字，它是爱丽丝啦。爱丽丝。但是咱若准讲要较晏，可能原因可能是就是亲像英语安尼讲 Alice 安尼啦，吼。好，即马即个德国的即个作曲家、音乐家贝多芬所写的。开始是即块吼，Alice 即块啦吼，毋过就是真趣味是讲，毋知影这 Alice 到底是虾米人，其实无啥物资料会当直接来了解啦吼。啊，即个趣味的是少女的祈祷吼，其实是较特殊，是伊是波兰的一个查某的女性的作曲家、音乐家的作品。吼，啊嘛真水安尼，啊拢是咱真熟悉的啦吼。好，以上。好来换你啊，来。啊，够万五的哦。来，今日要倒位？好，我要经迄个沙白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沙白鱼的奖金有偌济？3000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名产沙白鱼，鱼市较多所在是鱼岛还是鱼岭附近呢？鱼岭是倒位啊？你有10秒的时间。鱼岭。鱼岭。鱼岭。鱼是鱼岭吗？鱼岭哦，我音无准，鱼岭。来时间到了，好来，你请起来。哦，来，今日救人哦，要跟他讲，鱼岛甲鱼岭，鱼岛较无啥物刺，所以是鱼岭，应该是鱼岭，因为嘿沙巴鱼岛拢是无刺的，较少。阮平常拢食鱼岛较好。鱼岭是好来，鱼岭，咱来看一下，鱼岭对唔对？这个鱼岭这个词可能较少人咧，毋是讲较少人知，应该是讲即马较无出现伫咱生活中啦吼。啊，其实这就是岭有2款意思啦吼，一个是咧讲较悬的，敢若一个。较悬的所在，可比讲迄个海影吼，你若讲迄影的即个上悬，迄就是影岭。影岭。吼，啊是讲山，吼山的上悬迄个所在遐山岭。山岭。对啊，迄个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咱拄仔讲的鱼岭，还是讲牛岭，迄就是讲鱼还是牛迄脚趾片。差不多，咱感觉是脚趾片迄个所在，迄就是叫做鱼岭安尼啦吼。当然啦，伊拄则有咧讲的，咱拢有咧食沙白鱼肚，毋是沙白鱼肚，沙白鱼肚是另外一个物件，鱼肚是鱼的胃肠的迄个部分吼，啊鱼肚才是咱咧食迄无刺的迄个腹肚迄片有无吼？对，所以嘛爱注意即个鱼肚，沙白鱼肚即个音吼。好，以上。校文真深啊！好来换你啊！大位的，什么是错心？是15000可拿袂出来哦，20000拿袂出来。买好啊！你甲选，你就知影像是错。我惊我连迄个是啥物都唔知。土地好无？好土地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土地奖金有偌济？12000哦！12000啊！嘿，来。台湾土地常常用一价来计算，啊，你敢知影一价大基约也是几平呢？这应该恁拢爱了解。救人好，记咯。啊，你历史呢？无可能是30平啦。系啊，应该是3000，应该是3000。台湾土地一价地大约是几平呢？来，咱来看一下土地奖金有偌济？12000哦！12000啊！嘿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台湾土地常常用一价来计算，啊，你敢知影一价大基约也是几平呢？是30平、300平，还是3000平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
这应该恁拢爱了解，嘿啊是不是？ 60×60。但是有当时因为买袂起，我嘛无想要了解。我来救人后来好。去咯，来去年救人哈，无可能是30遍。你也袂起啊，是袂啊，一百地应该是一架，一分钟300地，一分地是300片。一分地是300平，所以一架应该是3000平。哦，应该是3000。 1万平方公尺，因为我记得一分是300片，平方公尺，应该3。平方公尺，叫平方公尺，是1万应该是应该是3000平3000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3000平对唔对？健康，来分数，有迄个得到万里哦！哇，真紧就救起来啊！好，咱有讲几平嘛，讲几平拢有人讲啦吼。啊，就是讲一架，咱来讲是讲2934平，啊无就是讲9699平方公尺吼。啊，这当然换拄则这个题目来讲，就等于差不多是讲一架大概是3000平安尼啦。吼，啊，这是计算土地，即马大家还阁是真实用的一个单位。啊，毋过当然迄就是可能土地较快吼，田啊，还是讲迄个土地快，较会去用到这个单位。吼，一般咱可能厝下拢是用平咧讲较济。哦，以上。即马换你也好较紧，，我来讲这个较困难的，我看无的蔡阿信。蔡阿信哦。好，来咱看者蔡阿信的奖金有偌济？一万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蔡阿信是咱台湾历史上真重要的人物，伊是一个人去日本留学，成为台湾的头一个女律师，也是女医师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律师还是医师？哦，好，来，我感觉是医师，好，已经试落去啊。对是了。对。你感觉是医师？我感觉是医师，因为我家己是律师嘛，我无听过讲什么日本有这蔡阿信啊我无听过这个名，对哦，对。女医师对唔对？哇，健康！来，你看是这个医生吼，是足重要的一个早期一个女性的代表吼，因为伊是咱会使讲头一个啦，头一个就是台湾人的查某医生啊去日本读册转来嘛吼，啊足重要就是伊培养足济，当初讲叫做三宝啦吼，啊落尾讲走三术，啊有开妇产科的病院，嘿啊伊的故事其实有改编做电视剧。吼，就是龙德沙吼，这个剧，嘿啊，当然伫龙德沙内底，伊无用蔡阿信这本名，用另外一个名，毋过就是咧写蔡阿信这个，会使讲咱台湾女性应该拢爱来去了解的一个人物，吼，蔡阿信查某医生安尼，吼，以上。好，来换你后，大位。好，那就拢无猜吼。靠你家己啊。那就金好啊。好，来，咱来一金吼，好来金，奖金有偌济5000，袂歹哦。是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以前的诈骗集团叫做金光党，啊是为什么叫做金光党呢？是因为钱拢无去啊，还是因为用假的黄金来骗人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金光党，金光党，用假的黄金骗人。我试嘞。好来。我是感觉讲甲黄金有关系，黄金有关系，是因为古早时阵有一个物件叫愚人金，愚人金哦，工人金，迄工人金是铜啊，哦，毋是黄金，毋是正黄金，对，是假的，伊假我好骗人，用假黄金骗人的，对唔对？健康。应该差不多是1950年代迄卡搭吼，有产生安尼的一个现象吼，啊开始是会摕假黄金、假金的金仔的物件吼，啊甲你骗吼，啊是讲写你买等等吼，啊所以这是早期的手法啦，吼啊所以才有这个金光党这种名安尼吼。好，以上。好来，你要选多一个？剩2个啊。铁路甲咱的顶。安尼就是铁路。铁路，好来，咱来看下铁路的奖金有偌济？
高清。后来咱请出题，请问台铁的北回铁路，伊是为苏澳新站到什么车站的路线呢？来留10秒的时间，你搁有一条救人哦，对，搁有一条救人哦。安尼我救人好啊。嘿，来救人这里啦，七类，好来7位，来救人，救人。到嘿，是你台北吗所有新站到倒位，接北到一个。回铁路台，北车站吗？不是北回，不是哦。我觉得应该不是。哦，有好啊，倒位来要53哦时。间差不多依然5、呢？ 依然3、依然给人个较1，北边敢有啥？依然不要紧，咱摇一个，宜兰，依然宜兰哦。哦，宜兰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，宜兰对唔对？足少坐火车旅行的款咯。这北回铁路吼，是对迄个所有新站到花莲啦，因为伊是要改善这个东北部、回啊，东部、东花吼的迄个交通吼，啊要互宜兰花莲迄个交通时间缩短吼的迄个用意啦。啊，当然这工程真艰难吼，伊这是东部海岸有真侪这个工程足歹处理的，吼啊嘛是动用真长的时间，落去才做出来有79公里长。后来上尾一个哎哦。呦，丁啊，纯丁。哦，来哦，咱来看一下顶的奖金有偌济？5万好算嘿，公明顶啦。来啊来啊！吼，后来咱请出题，请问，什么人吼？咱会讲伊是袂大丁的，是互人少的查甫人，还是了尾仔囝，还是讲是伫咧外口偷食的查甫人咧？来留10秒的时间，袂大丁的袂。大顶的，你是不是够常救人一摆？我感觉啊，因无啊，好因无啊，了背囝，应该是。是头后来你先7位，有好。是互人少的，还是了尾仔囝，还是讲伫外口偷食的查甫人？我感觉是了背囝，了尾仔囝，你感觉是了尾仔囝？是安怎讲？因为看起来就是伊非常的招摇，哦，非常的摇摆啦，摇摆，敢若摕一个钉，一个顶。设计共款。哦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摕一个足光的钉咧洗，你看，我就是迄落，安尼哦。嘿，哦拜一下，是了背囝。你感觉是了尾仔囝吼？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了尾仔囝对唔对？会变盘无？啊，哎呀，歹势。查甫人红少，这伫过去是较稀罕的代志啦吼。啊，就是讲你红少，啥怎讲袂大丁？因为迄大丁意思是二姓丁，就是讲有写你的姓的迄个布仔丁吼，会吊伫咧迄个厝头前也好，巷门口也好，还是讲有一寡啥物即个安白贴的代志的时阵，会挂迄个有你的姓的丁啦。啊，因为红少就变做无用迄个查甫的姓，就是变做啥物代志落尾若要挂迄个丁，就是写查某的姓就对，所以他会讲叫做袂大丁吼。啊，这是迄个姓丁已经袂掉，啊，掉。对，吼，所以这是讲查某人少的即个意思，讲迄个人叫做袂大丁的安尼。来，咱即马看两队的分数，看阮牛队。牛队即马有24000，哎，啊来咱干队咧有34000哦。好，来，想要甲34000摕到转无？ Of course，当然呀，一定爱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今日去 Temple 达千金。嘿 ，Temple 达千金，紧讲摕奖金，来奖金偌济？好，咱即卖奖金有34000块啦。来，规节咱先讲一个。是，咱即摆吼，这回合就是爱大家来讲，啊，若讲正确哦，无共人，无共款的人数，无共款的奖金。那一个对就是10%，就是3400。3400，啊，那两个对就是30%，10200。是。啊，三个对就50%，就是咱的14000。啊，全部对就是34000咯。哦，34000，上好是34000，全部拢摕倒去啦。哦，是。好，来，不过啊上试一解，互大家看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哦。嘿。来呀来呀，一呀一呀，哩呀哩呀，撸啊撸啊，撸啊，撸啊，哈，
好，来，安尼记哦，好，恁一个时间来呀，来呀，伊呀，你呀，卢啊，嘿，来呀，伊呀，你呀，卢啊，好，好，准备哦。准备好未？来哟，第一位。伊呀，你呀，来呀，卢啊，你呀，来呀，伊呀，你卢啊，拢总34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好，准备哦。准备好未？咱车开始，来哟，第一位。伊呀，你呀，来呀，卢啊，你呀，来呀，伊呀，你卢啊。哦，来第二位，来。你呀，撸啊，来呀，撸啊。袂晓记过，来第三位。你呀，撸啊，哇，靠你来。嘿。伊呀，你呀，来呀，卢啊，你呀，来呀，伊呀，卢啊。哦，袂歹。来，唔知有几个会对哦吼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讲答哦。来，老师，一个，哦，一个奖金偌济咧。啊，咱即摆奖金剩3400块啦。哦，不要紧，上无你初赛已经礼拜啊。对，哦，咱过来复赛就好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啊，搁有咱的金牌一块，哎呦，恭喜进入复赛咯！哎，其实哦，翁仔某哦，真正来参加阮的节目袂歹，你知影？哎，有一名赢，一名输，转去嘛拢无输赢。哎呀，互相研究嘛，不是真好。对啊是啊，咱嘛是爱欢迎大家吼，若想要来咧，通啊报名来啦吼。啊，今日咱这组咱无着不要紧，对，咱通个报名过来参加就好啊。吼，转去改来呀你呀，那什么路啊，然后就好啊。吼，奖金就通啊摕真济转去啊吼。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啊，感谢辛苦的陈鸿辉陈老师。咱们讲台语，专家有智慧，是专家有智慧。到顶边来去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哦，下回再来啊！谢谢，你个小莲姐，谢谢，妈妈谢谢，谢，下回过来，来谢谢，谢谢，爸爸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，下回过来。